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7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4。前线共发生157起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军队重新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大部分地区。在俄军未能突破佐洛季科洛兹亚迪后，乌克兰军队成功清除了该市剩余地区的俄军后勤支援部队，他们进入了矿工区、市中心以及E50公路以南森林阵地。在该市西部，俄军突击小组被赶出低矮的居民区，乌军重新进入了莱昂托维奇村。根据 BBC 报道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并发起了反攻，数千名俄军可能被包围。乌克兰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再次成功对占领军后勤部队实施特种作战。8月21日晚，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战科伊火车站，乌军摧毁了另一列满载燃料和润滑油的俄罗斯铁路运输车队。乌军收复了顿涅茨克，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东南前线3个村庄，粉碎了俄军对波克罗夫斯克的包围。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说俄军在今年的夏季攻势中采取了新战术，以小规模突击小组在广阔的战线上推进。最近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战斗也是如此，占领者成功推进10至12公里。然而在乌军精锐部队重新部署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清理了定居点的和关键地区，敌人的胜利情绪变成了绝望。他们曾经是前进胜利的基调，但现在变成了被包围，完蛋了。俄军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是一种无奈者乌军强大的正面防御使其即使付出惨重的人肉冲锋代价，也难以攻克任何一个要塞，所以依靠小组迂回包抄成了必然的选择。泽连斯基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俄罗斯人不会得到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几个月后他们将在苏梅区消失。展望未来，虽然不希望有战争的前景，但俄罗斯也不会得到哈尔科夫州。这是泽连斯基说的那言下之意就是乌军现在在准备新一轮的反攻要把这个俄军从苏梅和哈尔科夫彻底赶出。乌军摧毁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地区塞瓦斯托波尔以及赫尔松的叫涅斯基机场，俄军的无人机基地设在此处。俄军用监视黑海的3架彩虹6无人机和2架无人机被乌军摧毁，这个都是侦察无人机在乌军的无人机持续打击之下，俄罗斯一家炼油厂火灾已持续3天无法扑灭，火焰已蔓延至新储油罐，叫新沙赫特炼油厂，在罗斯托夫州继续燃烧。就这个新沙赫特炼油厂就我隔3差5的就要被乌军的无人机光顾一下。这个厂最近一次遭到袭击是8月21号也就是3天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这一情况通过美国宇航局就是 NASA 卫星图像以及当地媒体报道得到证实，罗斯托夫州部分地区继续缺水。为什么缺水呢？因为消防队需要用水来扑灭大火，这导致罗斯托夫市居然还缺水。根据媒体援引该地区住房和公共服务部部长的消息说，今天切尔诺苏林将停水。袭击发生在8月21日夜间，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了对该炼油厂的打击。该炼油厂被认为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燃料供应商之一。经过3天的扑救这个火是越救越大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这个由于乌克兰这个坚持不懈的轰炸俄罗斯的炼油厂、储油罐还有其他的军火库那俄罗斯他就不停的跟着后面去灭火，导致俄罗斯的灭火器材紧缺，他也没办法去对吧扩大进口所以他这个火是越救越大。我也不知道这媒体说居然救火要用水，那个油起火了用水也是不太理解怪不得这个他的炼油厂这火是越救越大8月21号起的火，8月23号星期六早晨火势蔓延到新的储油罐，你拿水去救火，那火不就顺着水流到哪儿它就烧到哪儿。说从网上流传的火灾现场视频可以看出这一点。总之这个炼油厂它主要是供应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这个汽油和其他的这个成品油，储罐总容量超过21万立方米。由于乌军的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汽油荒是越闹越大，而各地区当地的加油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汽油短缺，包括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在滨海边疆区说加油站前排起了长达数公里的长队，汽油和柴油的批发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官方已不再隐瞒原因，说
乌克兰打击后，炼油厂纷纷关闭，夏季用电高峰期，高达14%的加工能力处于闲置状态。我们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这个乌军现在对俄罗斯的炼油设施的打击啊，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精准的无差别轰炸，就炸它的储油罐，对吧？炸它的这个炼油设施就完了，过上1个月再炸一次。但是它现在它已经更加精准。什么叫更加精准？它只炸那个炼油设施的某一个装置，比如说那个蒸馏装置啊，对吧？或者是就是核心装置啊，这些装置这个俄罗斯自己没有办法生产，很多都要国外进口。从2025年开始啊，乌军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啊，这个策略发生变化。以前是对这个炼油厂的袭击是一次性的，你把它一个装置炸坏了，工厂减产，但是几周之后啊，它就修好了。而现在呢，它的策略变了，袭击是针对同一设施，你比如梁赞、新库比、谢夫斯克、塞兹兰、伏尔加格勒和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一系列重复袭击，就是对俄罗斯的炼油能力的这个初级加工、劣化和催化以及这个其他的装置啊进行精准打击。在一系列袭击之后啊，梁赞炼油厂这个是俄罗斯恐怕是最大的炼油厂，它占俄罗斯的炼油能力的5%啊，现在是一半的加工就是产能是停止的。而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初级加工过程遭到破坏。俄南部最大的炼油厂叫伏尔加格勒，叫卢克石油公司，以及萨马拉和塞兹兰炼油厂都已经停止接收原油。说的比较乱啊，实际上就是乌军啊，就是通过这个炼油厂，它打击它的这个瓶颈呢，打蛇打7寸嘛，就是打击它的瓶颈，就是哪些东西能制约炼油厂的产能，它就重复不断的打击那个部位，打击那个设施。你前面还没修好，它后面又来炸油。这个玩过红警的啊都知道，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持续不断的打击对方的发电厂，让对方一直处在缺电的状态，对吧？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派个间谍啊，绕过他那个警犬进入发电厂，那他就会停电1分钟，那1分钟他啥也干不成，成了瞎子，对吧？整个这个运转他都停下来。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啊，现在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采取的就这策略。乌克兰广泛使用射程为1000至1500公里的无人机，能够覆盖伏尔加河地区。与此同时，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也瞄准了出口码头，对乌斯季卢加和新罗西斯克袭击，导致石油产品运输暂时中断。选择炼油厂作为目标，是因为其技术脆弱，也就是俄罗斯的炼油技术啊，它很多关键的设备都要进口啊。现代俄罗斯炼油厂采用的是壳牌托普梭啊，也就是法国的、美国的、荷兰的这些设备建造，包括加氢劣化、催化重整、异构化和O5组分生产。最主要的是它里面还有许多催化剂啊，对吧？这些催化剂那是消耗品，隔几年啊就要更换一次。由于这个美西方现在对俄罗斯是制裁，所以俄罗斯只能依赖性能较差的旧库存或者是国产替代。那国产替代那个效率就差得多。有的核心设备啊，你比如说那个加氢反应器和压缩机，全世界啊只有几个国家能生产，而且这东西你要现在下订单，1年以后才能拿到货。所以可以说啊，就是未来相当长时间，俄罗斯恐怕都是属于这种缺油状态。前几天啊，乌军袭击了这个俄罗斯的叫德鲁日巴输油管道，也就是那个叫什么友谊输油管道啊，致使匈牙利石油中断，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啊，就这个友谊输油管道就是那一头啊，就是连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前几天乌军给它炸了，主要是一个加气站还是给它炸了，这个让鄂尔班呢非常生气啊。结果俄罗斯方面啊紧急抢修，好不容易恢复了，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啊，就是鄂尔班和那个叫什么菲科是吧，两人都严重警告乌克兰，对吧？不要再炸这个管道。可是乌克兰根本就不信这个邪啊，你越不让炸他越要炸。第二次又把这个友谊这个管道给炸了。鄂尔班实在是没办法，打电话给这个特朗普，向特朗普告状。那特朗普还能说什么？据说啊，特朗普在跟鄂尔班的这个通话中啊大骂啊，说他非常生气，也就是给鄂尔班还给那个菲科，对吧？这个情绪价值是拉满。特朗普还要求这个鄂尔班给菲科带话，说我很生气，对吧？我气急了，乌克兰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就没了。特朗普生气就完了。鄂尔班还有这个菲科，对吧？向这个欧盟告状，欧盟的这个冯德莱恩呢安慰他们说，从欧盟整个情况来看，并不缺石油，就这意思啊。到时候欧盟可以内部调剂石油给匈牙利，让匈牙利啊趁早啊不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8月2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成立了一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新部队，该部队名为拉丁裔特别旅。拉丁裔特别旅在2025年8月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创建的页面上描述中写道，
道，特别拉丁旅是一支由拉丁裔和西班牙裔人员组成的新旅，该旅的标志有多种版本，其中一种包含部队的英文乌克兰文名称，一只乌克兰国旗颜色的鹰和一只猫头鹰，上面印有11个南美国家和墨西哥的国旗。这个还是个南美洲的混合部队啊！而且关键是啊，这个拉丁裔特别旅啊，现在在南美洲到处招兵啊，征兵，在社交网络上啊留下了他的这个联系电话，对吧？你感兴趣可以加入，对吧？咱们在以前就说过了，你乌克兰只要有钱啊，你欧洲只要援助乌克兰给钱，怎么会没人去打仗呢？毕竟现在很多人呢，对吧？非洲的、南美洲的、亚洲的、南亚的，很多人过得不如意啊，对吧？你一个月给他$3000、$4000，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在征兵这块，乌克兰完全可以跟俄罗斯竞争，对吧？你比俄罗斯更卷，你给的待遇比俄罗斯好，对吧？给的是美金，工资又高，那人家为什么跑到俄罗斯去打呢？还有谁真的喜欢俄罗斯吗？所以乌克兰很有可能很有必要啊，在兵员这一块跟俄罗斯进行竞争，把那些愿意打仗的好战分子啊，然后在自己国家混得也不好的，愿意打仗的，但是中间的佼佼者，对吧？通过提高待遇把他们吸引过去，这个战斗力强，把那些混日子的，然后就是混工资的、摸鱼的留给俄罗斯，对吧？让他们赚卢布去啊！那这个也是人才的竞争啊。这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啊，驻纽约记者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叫格罗斯周四向记者称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再次呼吁立即停火。他指出，秘书长谴责俄罗斯向整个乌克兰继续发动包括昨晚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秘书长说啊，此类袭击破坏了当前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解决的努力，任何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均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就是联合国啊，终于看不下去了。这就是双方啊现在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啊，今天我看网上有人说啊，说这个影星啊杨紫琼以个人名义向乌克兰捐款300万，这个也令人敬佩啊。根据这个欧盟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声明啊，2022年2月至今，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1689亿欧元人道主义、财政以及军事援助。声明中说啊，2022年2月至今，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及乌克兰人民提供了1689亿欧元人道主义、财政和军事援助，并且啊，欧盟这个数据表明啊，在2025年前7个月中，欧盟已将11亿欧元收益从冷冻结的俄资产转移到乌克兰。什么意思呢？就是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这个几千亿的资产，这7个月啊，已经产生了11亿欧元的收入，利也我们假设就是利息，已经有11亿欧元，这个利息已经全部转移给了乌克兰，充分的啊，也说明取之于俄罗斯，用之于俄罗斯。这个钱是俄罗斯的资产冻结产生的收益啊，所以说从俄罗斯的资产收益里面拿过来的，然后给乌克兰，乌克兰把它变成炮弹、导弹、无人机，又用给了俄罗斯，这个就是取之于俄罗斯，用之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啊，再一次表示，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无助于解决俄乌冲突。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基辅向泽连斯基承诺提供援助，他说啊，乌克兰将获得其盟友的全力支持，俄罗斯永远别想再夺取乌克兰哪怕1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说的还是非常这个提气的啊，但是啊，这个吕特加上欧洲这些领导人啊，这个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天天开会说俄罗斯永远别再想啊再夺取乌克兰哪怕1平方公里的土地。什么意思？那就是俄罗斯现在夺取的那些就不提了呗。假设现在啊双方签了这个停火协议啊，或者是和平协议啊，那你以后想再夺取1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不行了，那就过去的就先不，我只能这么理解啊，就这个吕特啊，他恐怕说的意思就是啊，一旦俄乌停火，那么乌克兰就受北约保护了，俄罗斯再想对吧侵略乌克兰，再去掠夺土地，那是不可能。问题是俄罗斯现在就占领了乌克兰这么多领土，怎么办？这个泽连斯基已经说了啊，不会把土地让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2025年8月23号，他在那个就是乌克兰的叫国旗日吧，公开发表讲话，乌克兰不会将自己的土地拱手让给俄罗斯。泽连斯基还说啊，只有与乌克兰携手合作，才能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泽连斯基愿意在当前前线形势下讨论
论领土问题，但只会在与普京的会晤中讨论。泽连斯基这个表态啊，首先是体现了乌克兰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这个原则性立场，也就是说啊，绝不承认俄罗斯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的行为合法化，不会将土地啊拱手让人。这种声明啊，是对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一种重申，就是再次强调，旨在表明乌克兰政府并未放弃其核心国家利益，任何被视为在此问题上妥协和退让，都极可能引发国内强烈的政治反弹，甚至动摇泽连斯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即便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外部斡旋压力，公开宣示对领土主张的坚持，对泽连斯基来说啊，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内政治意义。但是从外交上啊，从这个和平协议，从谈判角度来说啊，泽连斯基也包含了啊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啊，领土问题他要跟普京单独谈。泽连斯基还说啊，未来几天乌克兰安全保障体系将准备就绪，来自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合作伙伴的团队目前正在致力于结束这场战争，确实有机会，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建设性措施，以期更接近真正的和平。然而，俄丝毫没有展现出任何和平意愿，仍在继续炮击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施加压力，改变他们的立场，并召开最高级别会议，讨论所有问题。这个特朗普的说法又变了啊！特朗普把泽连斯基和普京啊比喻成醋和酱油啊，就俩人混不到一起，好像这意思啊，还得由他出面来调停。但是他又说啊，给俄罗斯再给2周时间，看看能发生什么。特朗普说，双方存在巨大的仇恨，将在2周内判断能否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取得进展，并将决定是否实施大规模制裁，或什么也不做，把战争归为双方自己的战斗。特朗普这话说了跟没说是一样，就是2周以后啊，或许会发生一点，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对吧？这特朗普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推迟啊，对吧？大家都希望他对普京说点什么，或者对普京做点什么，但是特朗普是一直在往后推。特朗普啊，似乎注意到了啊，俄罗斯本周啊对乌克兰一家美国工厂的袭击。特朗普这个说啊，我对此感到不高兴，我对与那场战争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不高兴，轻描淡写啊。实际上啊，拿言语威胁普京啊，这个恐怕是特朗普啊打错了算盘。特朗普拿言语威胁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很有可能会反击，这个显得泽连斯基比较年轻气盛呢。但是特朗普言语威胁普京，普京只会给他一个微笑。普京啊，不仅啊对特朗普啊报以微笑，而且他还默默的转身啊就扛起了煤气罐。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位于夏诺夫格罗德州的封闭城市萨罗夫进行工作访问，在当地会见了核物理学家和核工业专家。这个叫萨罗夫市啊，是俄罗斯联邦的核工业中心，全俄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啊就在那个地方。克里姆林宫强调啊，今年是俄罗斯核工业成立80周年。普京啊宣扬啊，俄罗斯已筑起可靠的核盾牌。普京啊在与这个俄罗斯核领域从业人员以及科学家会面时表示啊，俄罗斯没有挑起乌克兰战争，正相反，俄罗斯在极尽全力阻止一场始于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西方正在进行宣传攻势，声称是俄罗斯发动了这场战争，俄罗斯不是大家的敌人。这个普京啊，果然开动了他那个宣传机器啊，开始黑白颠倒。俄罗斯发动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啊，是制止这场战争，不是发动侵略战争。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所谓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这一切都是西方的宣传。而且这次啊，普京啊，那更会玩这个叫分化瓦解啊。他说美西方啊，并不是俄罗斯的敌人，美西方这些国家少数精英是俄罗斯的敌人。你看，俄罗斯也不是美西方的敌人，也就是造成今天这些局面的是美西方的一小撮政客。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说这个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说啊，他说克里姆林宫啊，许多人对俄乌冲突不满，认为这是个耻辱啊，想尽快结束战争，但却因为惧怕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愿意继续，所以其他俄罗斯人也只能假装强硬，但内心却是希望赶紧达成协议，恢复和平。这个我想也是客观事实啊，也就是俄罗斯国内啊，他肯定有这种叫主和派，对吧？当然也有这个主战派、强硬派、老黄俄，但是他肯定有主和派，想搞经济。你比如说那个喊得最响的梅德韦杰夫，对吧？我想他就是个典型的啊主和派。本来他在意大利的酒庄，对吧？在法国的游艇，在美国，对吧？投资了什么加油站什么？你看他的产业都在美西方，本来自己都安排好了退休去美国，对吧？跟着儿子混，对吧？这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谁不希望尝一尝？你看现在他的游艇啊停在土耳其，每个月不知道交多少钱，也不能坐。意大利的酒庄被冻结，对吧？美国的加
一战估计也是冻结了，他能开心？他是多么渴望，对吧？赶紧别打，但是他也不敢说啊，对吧？他每次只能靠酒精刺激啊，把自己灌醉、麻痹自己，然后腰里憋2颗这个煤气罐，对吧？逮谁跟谁来，做出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俄罗斯国内啊，这个有松动，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啊，凤凰卫视的那个陆宇光啊，采访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局的什么国防部啊，什么政治局的这个副局长叫阿劳蒂诺夫啊，也是那个车臣阿赫迈特什么特种部队的司令官呢，这个车臣人。这个采访视频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啊，这个阿劳蒂诺夫啊，在这个凤凰卫视的采访中，他居然说啊，从战争中汲取经验，俄乌剩余问题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你看看啊，这个多多少少都属于妄议啊。你作为这个对吧，特种部队的司令官，作为这个俄罗斯这个国防部什么政治局的副局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对吧？应该说战斗到底，响应号召，一直要打到基辅。他居然说啊，什么俄乌剩余问题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那么意思就是现在停火嘛，对吧？外交解决嘛，政治解决，别打了。所以这个啊，部分的反映俄罗斯的高层啊，或者甚至军方已经厌战，这个对吧？也从侧面印证了啊，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所言非虚啊。这个阿拉蒂诺夫他的位置比较尴尬啊，比较微妙。他在这个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啊和普京之间，对吧？普京有意栽培提拔这个阿劳蒂诺夫，那这个对卡德罗夫来说也不是好现象，对吧？要让阿劳蒂诺夫来取代卡德罗夫，彼可取而代之嘛。所以他们3个人关系比较微妙啊。那这个时候阿劳蒂诺夫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